昨天开直播的时候又说中央这样一直派人下来，好像高雄治安很差，观光客都不敢来了，好像有一种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的感觉。我也是有这个感觉，这个也都是什么都是别人的错。有任何明年投票不会有任何行为，但是韩粉还是很焦虑，说如果这样子，然后去投票被抓怎么办？那你觉得穿韩国旗装去适合投票？我觉得穿什么服装都可以，但是选举的时候依相关规定办理。院长，那个高雄治安的部分啊，韩国瑜昨天开直播的时候又说中央这样一直派人下来，好像高雄治安很差，观光客都不敢来了，好像有一种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的感觉。我也是有这个感觉。所以像是那个观光客不来哦，昨天韩国瑜直播说都是中央的错。这个也都是什么都是别人的错。所以像石油的部分呢，因为他昨天直播的时候又在坚持说他根本没有讲过挖石油这件事情。他讲过没讲过都有录影带为证。不过石油的部分是说，其实中央有编列预算，确实是有探勘费的。我想我们从没有讲过这个挖石油，可以3000亿发大财这种事。所以觉得他这个石油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前后不一？他前后不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国旗装的。那韩市长是直接说他没有白纸黑字说他的政策是要挖石油。我们读过一句话叫“睁眼说瞎话”，这是最好的例子。好，谢谢。签章会。10大杰出青年，赞。有很多的政策，不过因为就是关于经费上面的话，有蓝委是指说好像是政策不一样，我们一直会讲要福国利民，所以利民的政策有什么不对？而且每一个政策都这么受欢迎。你看，刚刚我们看到吴继刚的爸爸来代表他来受奖，结果也特别讲说我们对中小企业给他们很多利多的政策，他们都非常有感觉。所以这个好感不是我们政策买票，是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，而国家把人民所有的税收进来，我们让他非常及时的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各行各业的需要困难，补助不就是政府存在的功能吗？而最重要是蔡政府这3年多来做了这么多福国利民的政策，还能减轻人民的税负，让人民有感。更进一步，年度还有剩余，像去年就剩余1000多亿，比起国民党马政府8年都是财政赤字，而且年度都是赤字，甚至于财政负得到2000多亿，这比较高下立判。而明年度我们的预算已经送到立法院，我们的税入跟税出是22年来第一次平衡，所以减轻人民税负，给人民很多的利多，又能财政平衡，这不就是政府会做事吗？院长，因为礼拜5就要到这个立法院来备询嘛，那刚好最近6都市长的议会下课时间也成为这个焦点。那早上郑文灿市长他自己提到说，其实议会几点下课不是那么重要，比较重要是效率。您自己个人怎么看？因为您也常常到立法院去备询。议会制度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环，所以议会要怎么运作是要尊重议会。不过高雄市议会现在做出这种准时下班的决议，也是高雄议会的决议。我们是认为这是议会运作，但这个准时下班这种事情是方便韩市长可以去排行程、跑行程，这内行人一看就知道，也可以看出高雄议会及以国民党多数的运作，要让韩国瑜市长不是专心在高雄市，而是方便
行程固定，好安排去其他县市去跑选举行程，所以看起来这不是为高雄市来做决议，而是为韩市长选总统比较方便，是不是符合高雄市民的意愿跟期待？那就由高雄市民来判断。院长想要请教一下韩市长他今天的预算，那有市议员就问说怎么都没有挖石油的预算，那韩市长是直接说他没有白纸黑字说他的政策是要挖石油。我们读过一句话叫睁眼说瞎话，这是最好的例子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